大家好，我係嘉嘉，歡迎嚟到環球觀察日記。喺2026年嘅4月9號，有一個男人假扮顧客入咗去尖沙咀一間卡鋪度扮睇卡，然之後就搶走咗2張總值25萬嘅 Pokemon 卡。喺26年嘅3月31號，另一個男人喺觀塘站嗰度同網上面相識嘅買家交收一張價值9萬蚊嘅 Pokemon 卡嗰陣時，俾人搶走兼且毆打。喺3月10號，旺角銀城廣場一間格仔鋪執笠，65個苦主報警，指佢哋寄賣嘅 Pokemon 卡收唔到錢，亦都攞唔返貨，總共涉款大約45萬。警方後嚟喺落馬洲拘捕咗當時帶住卡牌準備離境嘅負責人，另外亦都喺尖沙咀同埋馬鞍山以涉嫌盜竊拘捕咗另外3個人。喺1月6號同一日，分別喺藍田站同埋沙田站都發生咗交收 Pokemon 卡嘅時候，賣家被搶走手上面卡牌嘅案件。兩單案一共涉及26張總值28萬嘅 Pokemon 卡。2026年只係過咗短短4個幾月，就發生咗最少4單同 Pokemon 卡有關嘅案件，而且單單嘅金額都唔細。好多人都唔明白 Pokemon 卡只係小朋友嘅玩具，點解依家會變到咁值錢嘅呢？喺1996年，Pokemon 卡喺日本第一次推出，到咗90年代尾，Pokemon 卡正式踏入咗美國同埋亞洲市場。當時已經掀起咗一陣熱潮噶啦，喺短短6個禮拜，淨係喺美國就已經賣咗超過40萬包卡。當年嘅 Pokemon 卡喺小朋友嘅世界就好似名牌手袋或者係限量版波鞋咁樣，係一種身份嘅象徵。如果有張閃卡嘅話呢，就會個個同學都圍住你，希望可以借張閃卡嚟睇下。嚟到2026年，係 Pokemon 卡嘅30週年。雖然過咗90年代之後，呢股熱潮一度沉寂咗成20年。不過喺 Covid 嗰陣時又 hit 翻，開頭就係因為封城，喺屋企無所事事。咁喺美國就有唔少人揾翻嗰啲收埋喺屋企地牢嘅舊嘢出嚟玩，玩下就連有過千萬 followers 嘅知名網紅 Logan Paul 都高調宣布入坑。喺2020至到22年期間，佢多次直播開箱一盒盒嘅 Pokemon 卡，將呢股熱潮由美國推向全世界。再加上官方好成功咁樣推出咗相關嘅手機 app， 將無數未玩過實體卡嘅後生仔拉咗入坑。見過玩卡牌遊戲嘅人都知，對戰嘅時候係需要2個人面對面互相出一啲卡，然後比較卡上面嘅數值嚟到分勝負。有時仲會見到啲人玩到企晒起身，好似好緊張刺激咁樣。咁其實 Pokemon 卡係玩緊啲乜嘢嘅呢？簡單啲講，佢係一個策略型嘅遊戲嚟嘅。新手如果想開始玩，但係又唔想食炒價買卡嘅話最基本就係入手一副 Starter Set， 一共有60張牌，包括咗精靈、訓練員、道具同埋能量卡。一開始嗰陣時，每一個玩家需要喺60張牌入面隨機抽出6張成為 Prize Card， 每一個回合贏咗嘅話就可以攞翻1張 Prize Card， 邊一個最快攞翻晒自己個6張 Prize Card 就為之贏啦。每一個回合，玩家需要決定點樣去分配道具同埋能量俾唔同嘅精靈，幾時要進攻，幾時要留力，甚至乎係撤退，都係講求計算同埋策略，所以都係一個益智嘅遊戲嚟噶。有啲資深嘅玩家，佢哋為咗追求戰力，就會去買 Booster Pack 抽盲盒，或者直接去卡鋪嗰度俾錢單買某一啲特定極度好用嘅卡。呢啲特別好用嘅卡，基於市場嘅供求關係，想買嘅人越多，個價就自然上升。而官方亦都不時推出新嘅精靈卡或者係其他嘅功能卡，所以特別好用嘅卡唔會只係固定喺某幾款，而係會隨住時間而改變。既然有新卡推出，就自然有舊卡會被淘汰啦。官方為咗平衡遊戲同埋賺錢，設有一個叫做 rotation 嘅賽制，每隔一段時間，官方就會宣布某啲舊年份嘅卡退役，唔准再用喺正式嘅比賽入面。雖然被退役嘅卡仲可以私下同朋友玩嗰陣時用，但因為喺正式比賽上面唔用得，所以價值就會跌到近乎零啦。如果被退役嘅卡係之前用炒價買翻嚟嘅話剩翻嘅價值就會同普通卡冇乜分別噶啦。除咗用嚟玩嘅卡，官方仲設計咗一啲特別版嘅卡，某一啲特別版嘅卡一樣可以用喺對戰上面，不過功能同普通卡一樣，只不過係畫得靚啲，而且仲要係全張閃嘅閃卡添。呢啲閃卡保存得好嘅話可以炒到幾萬甚至乎係幾十萬港幣噶。既然用嚟對戰嘅卡價值有機會暴跌，咁收藏家用100幾十萬甚至乎過百萬買翻嚟嘅卡，咪好容易一夜之間變成廢物。
咁點解仲會有人用咁多錢買呢啲卡返嚟嘅呢？其實嗰啲以天價成交嘅卡，同頭先講用嚟對戰嘅卡係好唔同㗎。去到收藏級數嘅卡分為兩大類，一種就係90年代出嘅初代卡，嗰啲因為已經絕咗版，而且多數人當年買嚟都真係攞嚟玩嘅，所以保存完好無缺，保持喺出廠狀態嘅卡呢已經買少見少，因此呢就變得好值錢啦。另一類就係由官方印出嚟嘅嗰一刻，就從來冇打算俾人用嚟對戰，只係作為獎品或者係紀念用途嘅卡，所以佢哋唔受退役機制影響。例如喺1999年，為咗宣傳喺 N64 上面玩 Pokemon Snap 而搞嘅攝影比賽，官方將贏家喺遊戲入面影嘅相印製成實體卡，每一款全球只有20張，咁嘅數量連見到實物都已經係好難得啦。另外仲有一啲原本冇收藏價值嘅原型卡 Prototypes， 喺1998年為咗測試英文版而印製嘅 Blastoise 水箭龜原型卡，當時因為只係為咗打版，所以將卡嘅背面仲求其印住另一款遊戲 Magic the Gathering 嘅花紋。呢一啲官方錯體仲存在喺世界上只係得個位數咋。除咗極度稀少之外，仲代表住 Pokemon 卡發展嘅歷史，所以都係收藏家嘅目標之一嚟㗎。當然講到經歷時間洗禮嘅卡，一定非1999年初版 Charizard 噴火龍閃卡莫屬啦。當年官方其實印製咗大約3000張，但係當年好多買到呢張卡嘅都係小朋友，佢哋可能求其塞喺褲袋，跌落地，攞出嚟同朋友玩。經過20幾年嘅歲月洗禮，目前全世界能夠保持喺完美狀態嘅初版 Charizard 閃卡，只係得返121張，所以佢而家嘅身價要成42萬美金㗎。就連最新近印製嘅卡都有得炒，官方會特登出一啲極少量但係插畫極靚嘅 Chase Card， 例如近期風魔傳承嘅 Moonbryon 月亮伊貝，雖然係新卡嚟嘅，但係因為需求太大太難抽，一樣俾人炒到去天價。但問題嚟啦，邊個有資格去判定張卡係咪喺完美狀態呢？點知道張卡係真定假呢？唔通係人都可以話自己張卡值幾百萬？世界上有千萬種唔同嘅收藏品，而能夠撐得住價值嘅，必定係有專家去驗證。喺 Pokemon 卡呢個市場亦都一樣，又被稱為 Big Four， 全世界最具公信力嘅4大鑑證機構 Grading Companies。呢4大龍頭分別係 PSA、BGS、CGC 同埋 SGC。佢哋並唔係 Pokemon 卡嘅官方機構，而係好似寶石鑑證實驗室咁樣，係絕對獨立嘅第三方。如果你覺得你自己手上面嗰張卡係完美嘅狀態，想俾翻個身份佢，咁你就要將張卡寄去喺美國嘅鑑證機構嗰度做 grading 啦。當呢啲鑑證機構收到你張卡之後，首先會放喺閉路電視之下開箱，然之後專家會用高倍數嘅顯微鏡同埋紫外光燈去驗證張卡係咪正版，有冇俾人用化學藥水修補過。過咗真偽驗證之後，就會開始俾分啦。專家會根據4個極度嚴格嘅評分標準。第一就係至中度 centering， 張卡有冇印偏印歪。第二就係驗4隻角 corners， 啲角有冇極微細嘅披口。第三就係睇4條邊 edges， 邊位有冇白邊。第四就係最重要嘅表面 surface， 燈光底下有冇啲細到肉眼睇唔到嘅輕微花痕。而喺 PSA 嘅標準入面，只有4個標準完美無瑕，先至可以攞到傳說中嘅 PSA 10， 又叫做 Gem Mint。一張 PSA 10嘅卡價值可以係 PSA 9嘅10倍，甚至乎係幾十倍。而比 PSA 更加嚴格嘅 BGS， 4個標準全部10分滿分嘅話就會得到一個 Black Label。任何卡被標上呢個 Black Label 嘅話價值會比 PSA 10更加高，於是乎就成為咗超級富豪嘅目標啦。評完分之後，張卡就會用超聲波焊死，封入一個特製嘅透明膠殼入面。一旦封住咗，呢個殼就拆唔開噶啦。呢一個鑑證殼就係確認資產嘅唯一憑證。喺個殼上面印住專屬嘅 QR code 同埋鑑證編號。如果有任何人對呢張卡起疑嘅話，只要掃下個 QR code，或者去翻鑑證機構嘅網站，輸入翻個鑑證編號，就可以對翻關於張卡嘅詳細鑑證資料啦。咁成個 grading 嘅過程要幾耐呢？完全係取決於你捨得俾幾多錢。用最平個價，唔計寄去美國來回時間嘅話隨時要等3至6個月先攞得翻張卡。但係如果你認為張卡係值幾十萬甚至乎係上百萬嘅話就可以用最貴嘅特快價，大約1-2個禮拜就搞得掂噶啦。
做咗 grading 之後，就確立到張卡嘅品質。咁收藏級數嘅 Pokemon 卡最貴可以賣到幾多錢呢？被譽為收藏界聖杯嘅 Pikachu Illustrator 本身就係1997年插畫比賽嘅獎品，現時全世界只有39張，而呢39張當中只有1張攞到 PSA 10分滿分。喺2026年2月，呢張 PSA 10嘅 Pikachu Illustrator 就喺美國嘅頂級拍賣行 Golden Auction 嘅大會上面，經過長達41日嘅激烈競投之後，由風險投資基金 Solari Capital 嘅創辦人 AJ Scaramucci 以1649.2萬美金，即係超過1.28億港幣嘅天價奪得。呢個誇張嘅成交價仲即場獲頒咗健力士世界紀錄。佢唔單止刷新咗拍賣史上最高成交價嘅 Pokemon 卡紀錄，仲直接擊敗咗原本排第一、價值接近1億港幣嘅 Michael Jordan 同埋 Kobe Bryant 雙人簽名嘅 Logo Man 籃球卡，真正成為全世界最高價值嘅遊戲卡。呢張卡嘅上手卡主就係我哋先前提過嘅 Logan Paul， 佢喺2022年以527.5萬美金，即係大約4114.5萬港幣投得，當時已經創咗健力士世界紀錄，成為史上最貴嘅 Pokemon 卡。由專業鑑證機構去到拍賣行，再到一單又一單嘅天價成交，成個產業鏈呢，好明顯已經成咗型啦。Pokemon 卡已經唔止係策略型紙牌遊戲，更加係名人富豪用嚟炫耀嘅工具，變成咗金融財津、專業投資者口中嘅另類投資。根據最新嘅數據，全球收藏卡市場喺2025年嘅估值已經去到141億美金，預計去到2033年會去到接近287億美金。淨係喺香港，單計2026年頭4個月，關於 Pokemon 卡嘅刑事案件已經最少有4-5單，平均1個月1單。由於 Pokemon 卡易於攜帶出境，有唔少不法分子就將佢當成交易工具，令到相關嘅案件越嚟越多。首先由千萬 followers 嘅網紅吹捧，去到打破世界紀錄嘅過億成交。你覺得 Pokemon 卡呢個熱潮係唔係有人刻意製造出嚟嘅另一個高級藝術品交易市場呢？歡迎你喺呢條片下面留言，分享下你嘅睇法啦。如果你覺得你喺呢條片都學到啲嘢嘅話呢，不妨 like 呢條片啦 ，share 俾你朋友，同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撳埋隔籬個鐘仔，咁第時有新片呢，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噶啦。今日就講到嚟呢度，我哋下條片再見。